今集陳仔帶大家翻到去日本同埋韓國探訪3個胃痛嘅故事，佢哋都唔係胃病。大家估下今次個病因又係啲乜嘢？大家留意喺熒幕下邊可以撳字幕嘅，隔離有個齒輪嘅按鈕，可以校 4K 嘅畫質，亦都可以選擇播放嘅速度。如果你嫌我講嘢慢，可以校1.25同1.5倍。最後記得 CLS、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 陳仔少少頻道。喺韓國嘅首爾，一位77歲嘅女士因為反覆胃痛、上腹痛去睇醫生，冇發燒，電腦掃描顯示佢嘅總膽管擴張，並且有膽管結石。患者接受咗內視鏡逆行胰膽管造影術，簡稱膽管鏡 ERCP， 成功攞咗膽管結石，然後佢出咗院。佢嘅故事有啲複雜，大家可以去睇韓國醫生就呢一個特殊嘅病例嘅文章。喺日本岐阜縣醫院，一位77歲嘅日本男士，佢飲咗酒30年，因為胃痛、上腹痛入咗醫院，抽血檢查 GGT 指數升高，電腦掃描顯示左肝有腫塊，磁力共振掃描 MRCP 顯示肝內膽管又有狹窄同埋擴張，因為咁樣所以決定做膽管鏡 ERCP， 顯示左外側段嘅膽管有收窄，收窄之前嗰度嘅膽管有擴張。日本嘅醫生雖然喺膽管狹窄嗰段攞咗樣本，冇發現惡性嘅腫瘤細胞，但係根據掃描結果，佢哋非常擔心膽管癌病，所以經討論之後決定做手術，切除落嚟嘅左肝葉。肉眼檢查發現一個白色嘅結節狀嘅腫塊，大約係4×3嘅厘米，沿住膽管咁伸延。睇顯微鏡檢查顯示有好多重度嘅淋巴細胞，免疫染色顯示 IgG4 抗體呈陽性反應。手術之後抽血都發現 IgG4 升高，最終嘅診斷為 IgG4 相關硬化性膽管炎。呢一個唔係癌病，係一種自體免疫嘅疾病。喺日本廣島市紅十字醫院，有一名40歲男士，由學生嘅年代已經有反覆出現嚴重嘅胃痛、上腹痛同埋發燒。佢去到呢間紅十字醫院做檢查之後，發現佢嘅膽管有脹大嘅情況，然後患者接受咗手術，發現左肝萎縮，同埋見到膽管有好大嘅擴張發大，裏邊有膽管石。佢呢個案例係先天性膽管擴張嘅病例，所以由學生年代會反覆出現膽管炎嘅跡象。日本嘅醫生喺呢份報告總共報告咗有6個先天性膽管擴張嘅病例。呢位40歲嘅男士手術之後嘅10年都恢復良好。膽管好似棵樹咁樣，由分支之後組成嘅網絡，負責將膽汁由肝同埋膽囊輸送到小腸12指腸。總膽管係一支長6至8厘米、直徑細於1厘米嘅肌肉管道，佢嘅位置喺12指腸同埋胰臟嘅頭嘅後邊，形狀好似一條好細小嘅飲管。呢一條細小嘅管道裏邊咧，可能會發生膽管石啦、膽管炎，甚至乎癌病。要檢查膽管，可以抽血檢查，又或者唔同嘅掃描，尤其是磁力共振 MRI、MRCP 以及內視鏡膽管鏡 ERCP。膽管鏡雖然有啲風險，但係可以做診斷同埋加治療。好似第一個病例咁樣，就用膽管鏡可以攞走啲膽管嘅結石。今集陳仔帶大家去到日本同埋韓國嘅醫院，3個胃痛嘅故事，以為係胃病，原來係膽管石、膽管炎同埋膽管嘅脹大。下一集陳仔繼續會同攝製隊離鄉別井，踏遍唔同嘅國家，同大家尋找胃痛嘅故事。如果大家覺得呢一集有用，請 CLS 留言、點讚、分享，多謝。